各位標迷大家好，我係阿 Ben。今日咧會介紹一隻咧與別不同嘅 Omega 標俾大家。佢就係 Omega 海馬系列 Seamaster 300米42mm 嘅青銅金啊，型號係21092422001003。香港嘅官方定價咧就係109800蚊。嗱，而家個手錶潮流興啲咩啊？兩個字，復古。呢一款錶咧就係一隻復古版啊，做咗盲眼仔嘅300米潛水做基礎，整隻錶咧用咗青銅金打造，最緊要咧佢嘅價錢咧比一般18K 金錶咧平足一半啊！咁等我嚟比較一下啦。嗱，青銅金錶殼嘅海馬300膠帶款定價咧就109800。而另一款同樣都係18K 金嘅海馬300膠帶款啦，嗱呢隻款咧就21062422001002，呢隻嘅公價咧就231300啊，咁好明顯啦，一拼上去啦，18K 金嘅海馬咧公價就貴1倍有多啊，咁啊青銅金呢隻咧就平10幾萬啊，原因咧係因為咧 Omega 青銅金咧係一種9K 金。以往所有名錶嘅金錶咧，都係用咗呢個18K 金嘅。Omega 嘅青銅金咧就係呢個9K 金，金嘅含量咧就係18K 金嘅一半啦。咁好自然佢嘅公價咧就會比18K 金平一半啦。但各位要留意，青銅金咧都係金嚟嘅。喺海馬300青銅金嘅錶耳上面咧，會見到 AU375金含量嘅印記啊，即係37.5% 嘅金。呢個係金錶嘅標誌嚟嘅，青銅金咧專門咧係為咗復古款準備嘅金。呢個咧係 Swatch Group 咧獨有嘅9K 金啊。2021年咧第一次推出，主要咧用喺 Omega 嘅海馬啦、Bonpan 50層嘅復古款上面。呢個都係解釋咗為乜喺18K 金之外，仲要專門研發一種青銅金，要嘅就係青銅金紅銅嘅色澤。而且咧唔會生鏽。當我一攞起呢隻青銅金啊，明顯感覺到咧呢隻係一隻金錶而唔係銅錶。手錶嘅重量咧非常之接近18K 金錶，係會比18K 金錶咧輕少少嘅。畢竟青銅金嘅含金量係少啲，青銅金因為佢本身嘅銅含量高啦，顏色咧就會偏向紅嘅，加埋咧紅色火粒咁嘅潛水錶圈啊，一個鋁材質嚟嘅。手錶外觀嘅紅銅色咧，係以往任何一種金錶咧都唔會有呈現到呢種感覺。手錶嘅尺寸咧依然係42mm啊，防水300米。喺外觀處理上面，海馬300青銅金取消咗常規300米嘅拋光面啊，成隻錶咧用咗好多拉絲嘅打磨，唔單止係錶殼外觀拉絲，手錶嘅指針都係做咗呢個拉絲效果。為咗增強佢嘅復古效果，鍍青銅金嘅指針、米色嘅時錶都模仿咗古董錶嘅氧化效果啊，配埋佢個鋁質黑色磨砂錶面啊，成個復古嘅感覺出晒嚟，同之前版本嘅陶瓷錶面咧形成咗一個明顯嘅分別。由2019年開始啦 ，Omega 推出咗呢個無日曆盲眼仔嘅海馬300、007 No Time to Die 嘅特別版之後咧，喺名錶復古潮流帶動下，主打復古嘅無力海馬咧，突然間咧就彈起咗。呢隻青銅金咧，作為無力海馬300米入面嘅旗艦款啦，同樣咧都係取消咗日曆槍，保持咧錶面嘅完美度，向上隆起嘅泡泡鏡，進一步增加咗手錶嘅復古效果。海馬300青銅金用 Omega 8806自動機芯，即係8800嘅機芯啦，去咗呢個日曆啦，各位都好熟悉㗎啦。紅軸琴軸，直游絲，每小時擺頻25200次，動力55個小時，天文台認證，每日嘅誤差咧0至5秒，由機芯中央咧向四周擴散嘅阿拉伯風格日內瓦條紋，係 Omega 機芯嘅裝飾特點啊。Omega 青銅金係一種性價比超高嘅金錶。Omega 喺2021年第一次應用青銅金，並且喺呢幾年啦，用咗好多喺海馬系列上面。講呢隻海馬300米嘅青銅金，青銅金係9K 金，
價錢係 18K 金嘅一半。換個角度嚟睇，青銅金海馬嘅公價係11萬左右啦。而家10萬上下左右嘅價錢咧，都好多嘅陶瓷款啦、鈦金屬款啦，都係呢個價位嘅。咁而家喺陶瓷錶、鈦金屬錶之外咧，又多咗一種青銅金嘅選擇。佢畢竟咧都係9K 金，係貴金屬，比起陶瓷、鈦一樣嘅價位，青銅金嘅優勢咧就一下子咧就出咗嚟啦。總結嚟講，呢款海馬38青銅金融合咗復古同埋豪華，非常值得收藏。講多次個定價先，香港個定價咧就係109800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，歡迎WhatsApp俾阿 Ben 查詢佢嘅詳情，或者約個時間上嚟我哋門市睇下實物。今日嘅介紹咧就去到呢度啊，多謝大家嘅收睇。走之前記住俾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多謝各位，拜拜。